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一致选举维吾尔人权律师努利·托克尔为委员会主席。2020年5月，特克尔被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任命为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并于2022年5月再次任命。特克尔是首位在美国受教育的维吾尔律师，是第一位获美国政治任命的维吾尔美国人。东突厥散集中营受害者亲属在中国驻阿拉木图领事馆前举行抗议，要求中国政府释放他们多年未见的亲人。有报告指出，在东突厥惨，数百万维吾尔和哈萨克族等穆斯林仍被关押在集中营。美国总统拜登表示，正在计划同习近平举行会谈。目前，为缓解通货膨胀压力，华盛顿考虑取消部分对中国产品实施的惩罚性关税。两位领导人上一次视频会议是在俄乌战争爆发后的3月18日，当时拜登警告习近平不要协助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周三，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与到访的沙特阿拉伯王储举行了会晤，两国领导人表示决心开启双方多领域全面合作的新时代，双方将深化在地区问题上的磋商与合作，以强化地区和平与稳定。台湾国防部周二表示，29架中国军机进入了其西南防空识别区域，台湾空军紧急出动战机。这是中国军队今年以来第3次出动20架以上的战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据路透社报道，本周一由北戴河一位匿名交警证实，自7月1日起，特斯拉汽车将禁止在北戴河上路，措施将实施至少2个月。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消息表明中共高层北戴河会议将在这段时间内举行。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交接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当地官员表示，地震已造成1000人以上人员死亡。随着营救工作的继续，死亡人数可能还会上升。